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觀眾成成 A 王成。翻到嚟香港啦，台灣的朋友你們好嗎？我是觀眾陳陳 A 王成。5月6號由公翻到嚟香港之後，哇！今次拍呢條片，哇！我等咗都超過3個禮拜，一翻到嚟香港之後，哇！我好忙。又要返工，又要處理私事，所以過去呢超過3個星期，哇！我完全冇唞過，亦都冇時間，所以搞到而家先可以拍片。講返5月5號至到5月6號呢2日喺高雄嘅行程，即係最後呢2日。嗱，呢一日咧我就瞓到好晏先起身，跟住我就去咗 SKM Park 度食飯。今次食晏嘅地方咧同上次都一樣，係食 Mr. 咖喱。今次咧我食咗日式炸雞唐揚咖喱飯。嗌咗個胡椒豬肚軟骨排湯，跟住點咗個黃金豬扒。今次飲嘅係可樂，而且我仲試咗免費嘅魚頭湯，真係好好飲啊！哇！我記得5月5號嗰日啊，高雄真係好熱啊，比香港仲熱啊！雖然溫度話最高係好似係唔記得咗31度定34度，哇！熱起上嚟真唔知31度同34度啊！嗱，去完 SKM Park 食完晏之後咧，我就去咗夢時代，同上次一樣都係坐摩天輪啦，高雄之眼嘅摩天輪。上到摩天輪梗係影下相啦啫。跟住去完夢時代坐完摩天輪之後咧，我就去咗一個未去過嘅地方。我去呢個地方當然要食阿磨炒飯啦，阿磨炒飯就係香腸炒飯啦。我搭捷運去到西運站，跟住坐咗公車去食阿磨炒飯嘅地方。我記得呢個地方叫做油昌三街口。雖然地方好偏僻啊，但係我都成功食到阿磨炒飯。台幣75蚊。哇！我食完呢個炒飯之後，我感受到呢個炒飯嘅靈魂同埋呢個炒飯嘅精髓。哇！我食完之後好滿足。成盒炒飯，哇！啲炒飯同腸仔都不到好滿啊！我食完之後，我有一種前所未有嘅滿足感。我今次對呢個香腸炒飯、阿磨炒飯咧，我真係讚不絕口，好。跟住我就去咗左營站買鳳梨酥啦，然之後就去咗高雄有啲未去過嘅地方啦。雖然我今次去唔晒，但係都要去咗我要去嘅地方先。我去咗高雄車站影相啊，跟住去咗美麗島站都影下相啊，係咯。影完之後未夠8點我就返酒店啦。我記得返香港之前，我就喺酒店附近都影下相啦。我記得
翻香港之前我就去多次 S Camp Park 度食晏啦。我今次去咗牛肉乾牛肉湯，叫嘅飯都同上次一樣噶啦。因為上年我拍片嘅時候都講咗自己食乜嘢，同上年食嘅都係一樣。我都係唔講第二次噶啦。跟住大約12點半之後呢，我就去咗嗰個國際機場準備搞登機手續。不過今次翻香港之前呢，因為長榮航空公司搞登機手續嘅時候，我等嘅時間真係等得太耐。我等嘅時候，我真係覺得有啲唔滿意。不過最後都趕得切上機啦。我班機就我記得我班機呢，原來翻香港嘅時候，哇！原來架飛機已經差唔多坐滿晒人㗎啦。不過我嘅行李呢，就同我座位呢有一段好遠嘅距離，有可能飛機坐滿晒人，所以係咁呢，擺行李嗰度，即係有啲唔方便。係咯，我坐下飛機4點45分起飛啦，我6點25分就已經翻到香港國際機場啦。等攞埋機裝行李，到7點啊，翻到屋企之前已經都8點啦。真係估唔到我翻到香港之後，我仲有手有力去買晚餐同我屋企人一齊食啦。今次我第3次去高雄，今次總算去到台灣3個地方啦，高雄啊、台北啊、台中啊，我都終於可以喺呢1年之內去到3次台灣旅行。總算完成到我去旅行初頭嘅心願啦。下一次我都係喺呢個時候都要俾自己停下先，休息下先。等我停完休息完之後，我會再諗下一次去旅行嘅時候會去邊。嗱，我想講嘅就係呢，將來我一定要繼續去高雄，因為高雄嘅夜市我都仲未去，仲有一啲嚟自高雄又有好嘢食嘅地方，我亦都未去。我希望將來可以順順利利，爭取到機會可以繼續去到。其實除咗台灣之外，我仲想去日本同法國。希望將來去到啦。下一次去台灣唔知等到幾時啦。我希望可以爭取到繼續去台灣嘅機會。好，各位，下一條片再見啦。